来看新北市的新庄，昨有电箱导火来火烧，消防队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先是喷水要来拍火，想袂到这个水喷到一半，突然间嘣一声来爆炸，我要共惊死，民众就质疑咯。 敢毋是应该爱先断电才来喷水拍火咧？新北市消防局来回回讲，因为这个导火点的边仔就是主体有生门带电，确定会当模拟到落雨天的状况来喷水拍火。事先嘛拢有这个封锁线，确保安全。 电火条边的变电箱当伫咧导火，警察赶过来，甲机车挡伫路中，爱民众唔通违则行过。几楼顶的所在看落去愈险迫，变电箱的火烧甲真猛。消防队赶来到现场，先转水互四周围降温，不过后一秒。 雄雄砰一声，互录影的民众踹一条，手机镜头搁现震动。昨下晡3点外，新北市新庄雄雄电线导火，互附近的民众看甲会惊。伊搁爆一声，搁爆一盖，到尾才断电，拍火车才来。伊迄爆落来，迄火花很大，足济安尼。原来是消防队用压蓝的方式模仿雨天进行周边防护。迄天搁拄好是拜六礼拜，加上导火所在瓦烂徛家，就惊火烧愈严，才用这个方式来避免灾害变大。碰到水容易有短路，所以它产生这样一个爆炸的现象。不过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救灾的过程中，当然是以这个防止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这个损害为第一优先。 除了通报带电，嘛惊边的物件烧起来，所以继续转水降温，这嘛互当地住户无电通用。 794户受到影响，那我们就从就是下午的3点29分停，然后到了18点39分就抢修完成，也就是有3个钟头，停了3个钟头。台电初步了解，敢若是因为鸟伫咧电线顶做修，才会发生这个意外。加在当时无人经过这，才无发生更加大灾。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